喺出邊買隻靚手鐲有幾難啊？隨便走入珠寶鋪睇中嘅款式都要幾萬蚊，但係佢嘅成本價可能就幾千蚊。唔到你唔信，就好似連衣呢兩手貨咁。呢手羅化紫羅蘭披，成隻鴨披俾人一種好均勻、好柔和嘅紫色。呢手羅冰淡春彩披，真係溫柔到骨子裏面。成隻鴨披俾好清淡、好均勻嘅紫色同綠色包裹住。因為中間要經過原料商、批發商、零售商，每個環節都要賺一筆。點解會咁貴？就係咁樣嚟㗎。不過呢，喺連衣呢度全部都係源頭批發價，因為通通都係我自己一手一腳加工嘅。等我而家揀2條出嚟，即刻攞去加工出嚟，俾你哋睇下先。起貨之後，又似一朵盛開嘅紫羅蘭，高貴又溫柔。起貨之後，呢隻羅冰淡春彩手鐲，成條鐲好似裹住一層薄薄嘅月光咁，清雅脫俗。有姊妹中意嘅，可以留個圈口俾連衣啦。